苏姐，欠你的钱，我再凑几日，绝不会拖欠。姐不差你这点钱。我问你，你真会看相卜命？苏姐遇着难事儿了？你给姐算一卦，算准了，姐帮你交1年客栈房钱。算什么？算姻缘。双颊颧骨露，命带行夫劫，5年6嫁，6任夫君皆横死，财运虽旺，夜夜孤枕难眠。3年6夫，你是说我命至克夫？你这面相是害夫相，3年6嫁，每段姻缘不过月余，夫君皆遭不测，没错吧？准，太准了。陈言，我这命还有解吗？女人要是一个人老去，那可太惨了。苏姐莫慌，卜卦看相本就是解人困厄，我有上中下3策。3策？多少相士都说我是天生寡妇命，真的可以吗？下策，嫁权富贵人，此类人命硬，且多是俗世浊妇，克去反击你自身功德，功德够了，志向自淡。中策，不必非找男子，寻个知己女伴，无需在乎他人言语。净说胡话，快说上策。上策最简单，放夫氏只克丈夫，不克晚辈。你可以找个如意郎君当儿子，名分一定，相克自己。喊妈。苏姐，逗你呢，这个月房钱我给你付了。这卦要是算得准，成事后姐再送你100枚大洋。这房费总算是不用愁了。师傅，您消失1年，到底去哪儿了？这清溪镇的龙脉，我一个人守得住吗？是师父的传讯纸鹤。小妍，为师追查被扶桑人盗走的龙脉权，3月内你需在青山镇府右街立住名头，守住古镇龙脉，莫丢了师父脸面。师父，你放心，3个月我定会在古镇扬名，等您回来。开张1周，连个看相的都没有，师父的脸面快被我丢尽了。哟，咱们的小相神今儿又晒了1天太阳，我看你这挂摊蛛网都要结3层了，不如收摊儿跟我去怡红园开光，好歹混块桂花糕吃。牛鼻子老道，少挖苦我。相士行当，1年不开张，开张吃10年，财运迟早来。哎呦，喜鹊送时喜，天降鸿运，今日必发大财。我看你是饿糊涂了，人家躲都躲不及，你还把鸟屎当宝贝？你懂什么？这是天机视线，横财就在眼前。饿了？怡红院小翠送的，倒爷我学堂糕，给你了。谢了，等我赚了钱，请你喝古镇黄酒。你就吹吧，自己都饿成啥样了，还请喝黄酒？别小瞧人，今日我就离开旧货巷，去古镇府右街租铺面。府右街铺面年租200大洋，你今日能赚够？当然。这么久了，你的横财怕是被古镇河水冲跑了吧？来了，我的主顾。这不是街口卖豆腐的阿福吗？日子清苦，私底下接点客，手头不宽裕的。我说你是牛鼻子老道，知道的还不少呢。无量天尊，道爷我也略懂些卜卦相面之术。你这牛鼻子老道，我看你是没少去寻花问柳。看相的，你是正经的吗？就看你问的是正经不正经。我新交了个郎君，帮我看看他对我是不是真心。没带婚纱，你是被阮新郎缠上了，他对你从来只有钱，没有心。胡说八道！我不过想讨个吉利，你这先生满口晦气，活该你摆一辈子地摊。
年轻人还是道行浅，不懂人情世故啊！赶紧回去跟师傅学学吧，这样可赚不到钱。送上门的黄金不要，偏要喂狼，可惜。黄金？你今日灵虫入堂，必有横财。若无贵人指点，一分都拿不到。装神弄鬼！你说句准话，要不然我凭什么信你12岁，你怎么知道12岁是你命关，14岁前你是富家小姐，父亲是古镇商会掌柜。12岁后，你家道中落，父亲入狱，为了生计，你辍学卖豆腐养家，没错吧？曾几何时，我也是被捧在掌心的邻家大小姐，锦衣玉食，呼奴唤婢。可如今，那些昔日在爹面前点头哈腰、趋炎附势的商贾政客，如今反倒专门找我做钱，把我这身子骨当成泄愤的玩物，一日日的羞辱践踏。无量天断！大师，你真的会算命？自然，而且我还算出你那位相好，近来正急着凑一大笔钱。大师，你算得太准了。他说他爹病重，要我卖掉老宅凑钱，我正犹豫。他对你从无真心，只贪你的钱。先生，求您指点，我的横财在哪儿？横财抽3成酬劳，可答应？答应。意外之财必有吉兆，你仔细想想，今天遇到什么和往常不一样，让你印象深刻的事？吉兆？我竟遇上倒霉事了。对了，今早我在厨房水缸边舀水，忽然从房梁上掉下来一条大肥毛毛虫，直接掉进我嘴里，给我恶心坏了，当场就吐了。吐了？造孽啊！你怎么能吐呢？该咽下去啊！咽？大师您没开玩笑吧？那玩意儿多膈应人啊！算了算了，吐都吐了，命里该着。大师别吓我啊！难道就因为我吐了，横财就没了？那倒不至于，有我在，该你的红财跑不了。只是吞了能守住红财，吐了顶多过过手，最后还是会被那软心郎骗走，倒也符合他的命。大师，您快说，横财到底在哪儿？你老宅是不是在古镇东头？是，我正打算卖掉，将钱给我郎君。灵虫落口，水缸藏金，你那老宅厨房必定埋着东西。真的吗？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也去，道爷我还没见过正经的相师呢。诸位，术法有门，深浅不漏，因财不入明处，私喜不登大堂，还请诸位留步。走吧。你是在哪儿被虫子掉进嘴里的？就是这儿。水缸正下方，往下挖4尺2，必有横财。真有吗？嗯。我来锁住财气，你们俩合力把水缸挪开，动手挖土。真有东西！难道我那杀千刀的爹真买了宝贝？10根金条，先生大恩，小女子无以回报，不如……君子有礼，酬劳莫忘。小先生真是不解风情，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事已办完，我们也该走了。先生且慢，我有了这些钱，他会不会对我真心？情爱自古多伤人，犹如那温水煮豆腐。你执意要当豆腐，被人啃食，我也拦不住。走，老道，喝酒去。老道，
今日无罪不归。陈烨，别怪道爷我没提醒你，想在府右街开挂馆，没有好下场。你这牛鼻子老道，我还没去呢就咒我。府右街是皇甫家掌管，皇甫家大小姐皇甫若棠最恨江湖骗子。之前有道士去摆挂台，3天就被赶出去了。那个被赶出来道士就是你吧？这不重要，关键是皇甫家不欢迎算命的，你去了搞不好会出事儿。道爷，我这是担心你。别人去不行，我陈烨却去的。挺顺利的，这府右街也没有那牛鼻子老道说那么邪乎嘛。师傅，什么师傅？我是皇甫若棠，府右街主事。是你在此开挂馆？不是师傅，却容貌相似。师傅让我扬名古镇，定与皇甫家有关。正是在下，小姐看姻缘还是财运？行啊，你看准了，我信你；看错，立刻关门闭店。夜来蛇精梦，子时难入眠。轻姿遭人妒，恐遭奸佞算。何意？你近1月天天做同一个梦，梦里满是毒蛇，午夜12点必被惊醒，难以入眠，对吧？这女子心性倒是不错，师傅让我来府右街多半是为了她，还是帮她一把吧。新月，你也让她算算。这女子倒和师傅一样心细，真是有意思。若算准了，有何好处？你要是也能算准新月的事儿，我就在这儿考察你3日，3日若全对，我亲自为你提匾，保你清溪镇扬名。成交。看相的，你就看看我3个时辰前做了什么，算错了，立刻滚出府右街。你3个时辰前刚从南陵馆出来。那位南陵还悄悄赠你一张平安符，藏在你的左衣兜里。这怎么可能？倒有几分本事。你们2个不会串通好骗我吧？怎会有这么准的事？没有，小姐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行了，皇甫小姐，你不是要考察我3日，好好看着便是，不必疑神疑鬼。这几日因为噩梦缠身，心绪不宁，或许他真有本事能解我烦忧。好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诶，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个看相馆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刚开的，要算一卦吗？怎么收费？看过去不收费，看未来1块银元。给我算姻缘。我今年52岁，从未婚配，要找同龄无婚氏男子。古镇千平宅院，洋车1辆，最低要个局长，少1样都不行。小姐，这他要是能有办法，那可是真大事了。确实，看看他怎么应对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是相馆，不是许愿池。许愿去旧货巷找一个叫云虚子的邋遢道士，他最会做。没本事开什么看相馆，真是浪费老娘时间。你这脾气倒也直率。小先生，我刚从上海金陵回来，带了一大笔洋财，想求个能镇得住财气的名字。我姓周，求个好名，保佑我以后财源滚滚。你带洋财，确定是正经来的？那当然，我在金陵做洋行生意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大师就根据财源滚滚，给我取个名要响亮，那就叫周滚财，又贴合你的意思，又吉利，多好。大师，
您在开玩笑吧？这什么破名字？哼，你一个40岁的男人，连个正姓应声都没有，还敢说赚了洋财？我看你这钱，怕是来路不正。这你都算得出来？快滚！别在我这里找晦气，小心散了你的财气。府右街上的人怎么尽是奇葩？在这儿上下去，我都要闭店了。看来别人也不相信你会算命，你还能正儿八经的算一次命吗？别总是蒙人。乌鸦状饼，乃是大凶之兆，主卑是今日最后一单，要闭店了。看相的，你不会故意提前关门支走我们，找人作弊吧？这么快就心虚了？不是我心虚，而是下一单生意有问题，我需外出。蒙谁呢？死只乌鸦就能判定生意？谁会算命？我会。先生，求您找人，我男友他不见了。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我叫沈知薇，我和男友林哲两人自小都是孤儿，他为了供应我考上北平大学，吃尽苦头。然而在我考上大学的那天，他却突然一声不吭离家出走，毫无消息。我当晚就报了警，但整整1周都毫无音讯。先生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求您帮帮我。配偶宫倾颓，带死气，你那良人已经去世了。你不要乱说话，他真那么爱我，他是不可能抛弃我的。我不会看错，我带你去寻他。我同去，看你到底是不是真本事。我也去。他失踪前可有托梦？我梦到一口古井，水是浑的，他站在井边对着我笑，身后有老槐树。浑水煮杯，槐树相依，井为归处。他就在后山槐树下的古井中。这林子都找遍了，阿哲到底在哪里啊？看相的，这荒山野岭的，哪来什么古井老槐树的？怕不是你随口胡说的吧？鸭绕颈诉情长，负心不是薄情郎。怕误佳人青云路，甘沉寒泉伴轻柔。打什么哑谜？知薇的男友到底在哪儿？陈岩，没本事就趁早闭馆离开。我知道他在哪儿，只是他有遗愿，不想耽误他。你说什么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我说陈燕，你不会是根本找不到人，就编这么一套鬼话糊弄知薇姑娘吧？她都急成这样了。他不是躲着你，是太爱你了。他知你考上北平大学前程似锦，不愿拖累你，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式。先生，求您帮我找到他，我不在乎什么前程，我只想再见他一面。那行，西南2里处找几个村民来打捞吧，他就在那口古井里。你怎么知道枯井在西南2里？不会又忽悠人吧？是不是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真的有枯井？新月，去找几个村民来打捞。是，小姐。这么多人围着一口老红井做什么？听说这位女学生的男友得了治不好的病，不想拖累他上北平大学，偷偷跑到这老林里投井自尽了。还是这位外地来的先生算出来。孩子也太傻了吧，年纪轻轻的，真是可惜了。你们看，那位穿洋装的小姐，是不是皇府家的大小姐皇甫若棠？她都亲自来了，看来这位小先生是真有本事啊！我特意让新月散播了消息，说是有风水先生算出此处有逝者，若是对了，你的名气很快就能在青山县乃至北平城传开。皇甫小姐有心了。当然，可若是错了，你那个相馆也别想开下去。
我的天，真的有死人啊！那位小先生也太神了，他的相馆在府右街吗？我明天就得去拜访拜访。哪有人能算这么准？不会是他杀的？这让他算对了。这种有真本事的人一定要结交。陈先生，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和不敬向你诚恳道歉。尸体找到了，过去看看吧。陈先生，你能精准算出尸体的位置，想必也能算出他的死因吧？我早说过，他是自杀。自杀？好歹怎么会自杀呀？不可能！我跟阿哲说好的，等我从北平大学毕业我们就成亲，他怎么会想不开？你在他身上找一下，他应该给你留了遗书。日薇，见字如面。抱歉，我曾说过要养你，护你一辈子，可我终究没能做到，求你原谅我。你考上北平大学的那天，我偷偷哭了，那是你盼了一辈子的光，也是我拼了命挣钱唯一想圆的梦。志薇，等你考上大学，我就攒够钱娶你，到时候我天天给你编发还，一辈子都对你好。说话算话。可我得了绝症，不敢告诉你，怕你放弃北平的学士，陪着我熬着看不到头的苦日子。我怎么能让你为了我这个将死之人毁掉自己的一辈子？好好去北平读书，替我好好活下去，别因为我这个将死之人绊住你的青云路。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你，没能护你一生，实在抱歉。我走后不必寻我，不必安葬我，就让我沉在竹井，看着你越来越好，忘了我，好好生活，这便是我最后的心愿。这男人真的太伟大了，连死了都不愿让人安葬，只想静静看着爱人。他不是不想安葬，而是安葬还需要花钱，他连自己治病的钱都没有，哪里还有余钱办薄丧？索性不愿再添负担，才选择沉于枯井。先生，先生，谢谢您，谢谢您让我见到他最后一面。这是功德之力，是师父黄玄一，他要借黄甫若堂的身体复活。天啊！师父把他部分魂魄带入我神之海，传递了信息，以后他会天然亲近我，这可有些麻烦了。我这怎么一看他就心跳不止？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？真是太蹊跷了。看样子是师父和黄甫若堂神魂能共鸣，因此才引我来青石镇，而功德之力让师父能传递信息。看来想知道更多，就得攒更多功德，点亮那些神秘符号。新月，我们送陈先生回去。是，小姐。陈先生，恭喜你，明日就要在这清溪镇出名了。陈先生，那人诞下龙凤胎，求先生赐个吉名，保孩子平安顺利。陈先生，您看我这命里有没有贵人？帮我寻个有权有势的先生，护我一世安稳呗。陈先生，我家牛丢了3天了，您帮我算算还能找回来吗？那可是我们家唯一的牲口啊！那老爹守着一大笔祖产，死活不肯分给我，有没有法子让他糊涂些，把家产都交我手里？陈先生学识渊博，沉稳从容，连看相断事都这般厉害，我不会真的动了心吧？小子，听说你看相算命很屌。来找茬的，刚在清溪涧立足，就有地痞流氓上门，盗取无奈的。老子跟你说话呢，耳朵聋了？滚出去！小子，你敢让老子滚？我打听打听，老子刘三炮是谁？一片的烟馆赌坊，哪个不听老子的？
看来上次巡捕房的教训还没让你长记性，非要再进去蹲几天才甘心。哎呦，原来是皇府家的大小姐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小破斋里消遣。限你3秒内滚！皇府小姐说笑了，我今日可不是来闹事儿的，就是听说陈先生相术高超，特意来算一卦，这总不犯法吧？想看相就收起你的嚣张气焰，好好说话。若是闹事，就别想完整走出福佑街。别动手！别动手！我真算命，不闹事儿！别动手！想算命可以，掐了烟先压钱，不然就滚出去。哼，好，好，好，有女人给你撑腰，你了不起？老子最近缺钱缺疯了，你给我算算，这清溪镇附近哪有黄金可挖？算对，老子再赏你一块银元，以后天天来请你算。算错了，老子就砸了你这知命斋，把你扔到江里喂鱼。一定是皇府松指使，想坏了老街的名声。哼，你这条贱命也配天降横财？你小子特妈的活得不耐烦了！你从小被亲妈丢弃，6岁丧父，娶了媳妇儿还被戴绿帽跑了，贱命一条，也配享富？你个王八蛋，竟敢揭老子的底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在我面前动手？疼！陈先生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放肆，你松手，求你松手！收了你的银元，我就给你算，但你记住，这卦象你未必命接。先生，你真能算出黄金在哪儿？只要算对了，我就来给您磕100个头，再给您加100块银元。滚吧，再送你一卦，走出知命宅，往城西乱葬岗去，那里第3个坟堆下有你要的黄金。记住，只许你一个人去，多带一个人必遭横祸。横祸！在这清溪镇，还没人能奈何得了我刘三炮。阿四，小五，我们走。自寻死路，怪不得我。新月，你悄悄跟上去，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。城西乱葬岗第3个坟，3个坟，就是这里，黄金就在下面，你们2个给我挖。三哥，要不算了吧，这乱葬岗太邪门了，挖坟这事儿有损阴德啊。是啊，三哥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怕个屁！人死了就是一堆烂肉，还有什么阴德？赶紧干活！真挖出黄金，分你们2人一半，够你们吃喝一辈子了。大哥，真有东西！快，继续挖，使劲挖！黄金，真的是黄金！发了！我们真的发了！谁打我？大哥！不长眼的狗东西，连老子抢的黄金都敢动！大哥，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难道是有人泄露了消息？管他是谁泄露的，敢打老子财宝的主意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小姐，刘三炮真的死了！什么？想吃杀人不用刀？陈先生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他主动上门找茬，我只是顺天收命而已。这人太可怕了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得罪。陈先生，乱葬岗里真有黄金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若是他听话，不带一人去乱葬岗，或许能多活几日。黄金也能算，这太神奇了吧！我算的不是黄金，是他的定数。像他这种恶徒，命中自带凶煞，横财必引横祸。那箱黄金看似是给他的发财机会，实则是锁他性命的催命符。原来如此，先生，你以后要小心些了。刘三炮是我堂哥黄甫胜的人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们家族内斗，我不想掺和，也别拿我的知命斋当战场，后果你们黄甫家承担不起。我知道，可我拦不住他。
皇甫嵩一直想弄坏我府右街的名声，这次刘三炮的事，他肯定会借题发挥，来找你麻烦的。他要来，你提前通知我就行。我已经来了。皇甫嵩，你就是陈岩，那个靠看相混饭吃的。几位长官，今日登门，可有什么事？这张宣旨是你写的吗？没错。很好，来人，把他给我铐起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妹妹，你倒是挺护着他。只是我们皇甫家的小姐，什么时候竟和一个看相的下九流走得这么近？皇甫嵩，我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，但你我之间的争斗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不要牵扯无辜之人，更不要动他。妹妹，这是什么话？陈岩杀了人，还抢了商行的黄金，我这是在替天行道，捉拿凶匪罢了。陈岩，你可知刘三豹？他死前，这张宣旨就落在他身前，而宣旨上所画的黄金印记，正是黑王山那群土匪不久前从商行抢走的那箱黄金的标记。所以呢？刘三炮死在乱葬岗附近，而正是你告诉刘三炮那箱瓜埋在乱葬岗的方向，不是吗？黄甫嵩，你不是想说抢箱黄金的土匪，还有刘三炮的死，都跟我有关系吧？不然你怎么会知道乱葬岗里有黄金，让刘三炮去取？那是我算出来的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问黄甫小姐。没错，我能作证，我也能。简直一派胡言！小子，既然你说会看相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来，给我算算。要是算对了，我承认这件事和你没关系。你也算哪里埋的有黄金吗？可以啊。看来刘三炮的事我也想试。那点黄金我才看不上眼，你就给我算算1月内发生的事。你印堂发黑，眉尾带煞，今日必有血光之灾，且是被兽类所伤。你耳后藏痣，藏着亏心事，近期摊上命案，迟早东窗事发，1月内必家破人亡。一派胡言！这江湖骗子竟敢诅咒我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别急，我还有后半句。你今日出门必被狗咬，这便是你今日的血光之灾，也是对你刁难我的惩戒。这么准！黄甫嵩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刁难陈先生的下场。我说过，刘三豹的死是他贪财心切，抢了土匪的黄金，与我无关。而你今日被狗咬只是开始，若再敢来我知命斋闹事，下次就不是被咬这么简单了。长官，我乃安分守己的相师，从未害人。若是你要不分青红皂白就抓人，休怪我不客气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陈先生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冒犯，多有冒犯。队长，你别走，快救救我啊！小子，给我等着！陈先生太神了，说黄甫嵩被狗咬，真就被咬了。可不是嘛，这相术简直神乎其技，怪不得能算准刘三炮的死期。先生，您太厉害了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陈先生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黄甫嵩才会来找你的麻烦。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你以后一定要小心。无妨，他若再来，我自有办法对付。倒是你，准备什么时候让我帮你？陈先生，你到底从我身上看出什么了？重点是你遇到了什么，想解决就别隐瞒。新月，你先出去，在门外候着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准进来。小姐，我是……现在可以说了。就是挺丢人的。别把我当异性，就当我是来解决问题的。
你保证不笑我，不告诉任何人？放心，绝对保密。我这1个月，每天凌晨12点被噩梦惊醒，这是我装的相机，拍下了我梦游的样子。你看，我们去放映室一趟。这梦游虽诡异，却也算不上什么难为情的事，顶多是被邪祟缠上，何至于如此羞耻？你继续看后面的视频。你梦游的时候，是不是总梦到一条通体漆黑、双眼泛红的大蟒，缠着你的身体，甩都甩不掉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能帮我吗？不是帮，是做生意，要给钱的。说吧，要多少钱？2种方式，第一种，给我1000块大洋当做解邪祟的费用。你怎么不去抢，把我当冤大头宰了？第二种，给我磕个头就行。若是他肯跟我磕头，就能再次激活师父留下的神秘符号，解开师父当年失踪的谜团了。你先帮我解决梦游的事，再说其他。说好了，到时候给我磕个头。知道了，你这人真啰嗦。去你的住处看看，问题出在你房间。走吧。陈先生，你看我们皇甫家风水不错吧？你们家运势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这祖宅是高人指点过的，而且皇甫家发迹时间和你父亲的生辰是一个时间。这你都知道？听说我父亲出生那天，有个神秘人找我爷爷看风水。那神秘人什么样？不会是我师父吧？就普通老头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我爷爷说的。那看来不是我师父。我师父黄玄一从来不屑于假扮别人的相貌。陈先生，你刚才说我们家的风水有问题，会不会和我身上的邪祟有关？你家风水的问题牵扯甚广，你爷爷心里清楚，我不便多说。其实我爷爷这几年一直在找风水师，等他从南方回来，我带你见他，说不定能做生意。我跟爸妈住，他们住1楼，2、3楼是我的。慢着，怎么了？有东西。别慌，有我在。小心点。谁在里面？我看到你了，出来！在卧室。就是他。什么？你失眠、梦游，都是他在作祟。
好恶心，这是什么？你的指甲配上你的生辰八字画了这张邪符，专门用来缠人神魂、乱人心智的。你不是被邪祟缠上，是被人下了蛊，有人故意算计你。谁算计我？难道是黄甫松？不是，这是情蛊。什么？能进你房间的人不多，最好问问你爸妈。烧掉它不行吗？没用的，缠魂蛊已成型。去拿一个鸡蛋、一碗清水，再找一根红绳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坐下。我本愿向负责星空一子引你去劫。蛇，好多蛇，救命！孽畜，休得放肆！收！好了吗？蛊是不是已经解了？还没。这个才是缠魂蛊的核心。是他，我梦到的蟒蛇就是他。怪不得你那么陶醉。你去死！出来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你的部分魂魄。这缠魂蛊施局，一是用邪符扰你神魂，二是用小蛇吸你魂魄，让你爱上那个下蛊。可恶！是谁这么无耻？什么人？妈！伯母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，我啥也没看见。妈，你乱说什么呢？若棠，别不好意思，妈这就走。妈，你别走，我还有事问你。哎，若棠，都怪妈，不知道你在家。好了好了，别提这事儿了。妈，这个你认识吗？若棠，你怎么翻出来了？坏了，今天是不是过了初八？什么初八？今天都13了。哎，都13号了，我这脑子……妈，你到底说什么呢？你差点害死我！我最近根本睡不踏实，精神都要垮了。我知道啊，可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为我好？你在开玩笑吧？你看，你的桃花运不是来了吗？什么？这是我从大师那儿给你求的姻缘符，帮你找男朋友的。说好初8号还回去，我忘了。什么男朋友？先说黄福的事儿。我想让你招上门女婿，保住你的地位和财富，就找牌友说的大师求了这个姻缘符。妈，你怎么什么都信？那大师是想害我。陈燕是相术师，是来帮我的。哦，你就是浮游街的陈岩，我听说了，还说你能算出那里有黄金呢。你好，伯母，正是。那这就是灵验啊！不是这姻缘符，你们两人能相遇？阿姨，那个大师肯定有问题，带我们去见见他。不行，大师不轻易见人，万一惹他不高兴，姻缘符失灵怎么办？妈，那大师真这么灵？我想让他帮我和陈岩算姻缘，合下八字，你带我们去呗。那好吧，我带你们去见见他。妈，你确定没找错地方？这地方能住人？就是这儿。大师他不寻常，有钱也爱住贫民窟，接地气。接地气还是接地府啊？嘘，别乱说话，小心大师不高兴。你们在车上等，我先进去打招呼。妈，这是什么？100克金条啊！大师算命只收这一次。这么贵？真黑！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我先进去见大师，看他愿见你们。跟上去。小心点。算一卦1分金条，住这种地方，怕不是老鼠变的。他养蛊能力有限，只能待在这范围里。
陈先生小心！住手！别动！再动我杀了你！不要杀我！司徒星，清溪镇3大家族之一的司徒家。是的，清溪镇有3大家族，分别是皇甫、司徒、欧阳，3家势力相当，常年相互制衡。司徒星是家主私生子，自幼不被认可，受尽欺凌。我儿时时常帮助他，不想他竟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若棠姐姐，你来了。司徒星，放了我妈，今天这事儿算了。若棠姐姐，我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啊！可是你为什么要破坏那个姻缘符？跟我在一起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拒绝我的爱？小星，你清醒点，我只是把你当弟弟看来，从来没有过爱情。我帮你，只是觉得你可怜。可怜？你把我当可怜虫吗？皇甫若棠，你知道我从小他受了多少委屈吗？我以为你是不一样的。小星，我以为帮你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好，可我没想到反而伤害到你，对不起。原来在你们名门贵女眼里，伤人至深，不过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罢了。我在黑暗里待了10几年，本来学会忍受，可你却给了我一丝光。当我想要抓住这束光的时候，你却熄灭。你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要给我希望，又让我彻底绝望？我只是心疼你的遭遇，小心，不要再偏执了，放了我妈，好吗？我不！既然你不肯跟我在一起，那它就没存在的必要了。吵死了！这是什么？是蛊术，这些蛊虫一旦钻进身体，就会啃噬5脏6腑。带你母亲躲远点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金光起！什么？区区蛊术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不可能！我的百瞳骨怎么会被你的符箓克制？这是我的本命金蚕蛊，今日就让你尝尝被蛊虫啃穿5脏6腑的滋味！去！就这，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，诛邪！我的金蚕蛊，我跟你拼了！邪神，道剑出，邪罪灭！司徒星，你修炼阴毒蛊术，残害他人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废了你这身蛊术。想跑？今日之仇必报！陈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让他跑了，终究是个隐患。陈先生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妈，你怎么能轻易信陌生人，差点把命搭进去？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快30人了，一直不结婚，我看着急，想着能帮你找个靠谱的人，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。妈，婚姻是我自己的事，你能不能别再瞎操心了？可我，张姐，不好了！
大老爷召集家族会议，要替皇甫嵩主持公道。什么？小少爷，谁把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陈岩，他废了我的半壁奴。陈岩。你大伯也真是的，不就是小辈之间的争斗吗？至于弄这么大阵仗吗？真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。若棠，你该知道今天开会的目的。大哥，这不过是小辈们之间的一点打闹，一时冲动罢了，没必要闹到家族会议上，伤了咱们皇甫家的和气啊！和气？如果真是小辈之间的打闹，我自然不管。但你的宝贝女儿却勾结外人，使用邪术残害同族，这绝对不行！我没有勾结外人，更没有使用邪术，是皇甫生先故意挑衅，设计陷害我。皇甫若棠，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，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勾结这个外姓男人，暗中搞鬼，害我性命，图谋我家族产业。爹，要不是孩儿跑得快，恐怕就见不到你了。各位族老可要给我做主啊！皇甫若棠，你太过分了！搞一个野心勃勃、蛇蝎心肠的歹毒女子！够了！我没有勾结外人，更没有害家族。皇甫嵩他被狗咬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谁让他得罪了陈先生？皇甫若棠，你疯了吗？为了一个外姓男人，竟然公然顶撞整个家族长辈，你是不是被他迷昏了头？早就说了，女人不能进入家族核心，这以后岂不是要将我皇甫家整个祖业拱手相让？就是，赶紧把家族产业交出来，别再在这里丢人现眼！交出家族产业！产业滚出去！诸位，我与皇甫小姐交好，绝非诸位所想的那般不堪。她这般维护我，也完全是为了皇甫家的未来。还是不要被某个无耻之徒蒙蔽了双眼。陈烨，你个低贱的臭臭，也敢在我皇甫家的地盘上好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乱棍打死，以儆效尤！住手！你难道真要为了一个男人和我皇甫家作对不成？我从未想过和皇甫家作对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皇甫家的未来。陈烨是顶尖风水相师，动他，你们能承担后果吗？你少在危言耸听，一个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，也能被你吹得神乎其神。看来上次的事情没有让你长记性啊，不如再让我给你来算一卦，让大家验证一番如何？这样也好证明陈先生的本事。若棠说的也有道理，据说这人有两把刷子。既然大家都有疑问，我愿与其一同受罚。大哥，意向如何？好，不能啊！他难道你想让我在这么多家族人面前下不来台吗？既然皇甫大老爷应允，那我就开始了。哼，一派胡言！我吃好睡好，能有什么问题？你最近是不是夜夜惊醒，闭眼就见出嫁女子，梳头掉发，夜里盗汗，甚至不敢独自关灯睡觉？你胡说八道！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
看得起你的小恒，你跟陈先生说实话，别再嘴硬了。妈，我没撒谎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你每晚都被吓得尖叫惊醒，浑身是汗。我和你爹守在门外，听得清清楚楚，你怎么还不肯承认？小松，陈先生是有真本事的人，别再隐瞒了，耽误了自己。他自己感受不到，实属正常。那东西怨气极重，已缠他多日，遮了他的神智。取一碗朱砂水，再拿3炷香来，我让你们亲眼见见缠他的是什么东西。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！天地无情，乾坤借法，阴邪现形，引魂归位。跪下呀！小光，怎么会这样？果然有问题。现在该想起来了吧？你做过的恶，他都记着呢。想起来了，1个月前我撞见他出嫁，起了歹心。好好活着，本少爷下次还来。陈先生，求您救救我！快收了他，收了他！陈先生，求您发发慈悲，救救我儿子！我们给他立牌位、烧纸钱，求他原谅小松。陈烨，你若救下我儿，我保你青山镇扬名。不会救他，他造的孽，该还。不要这样！我是皇甫家的大少爷，你敢让他杀我？记不得我跟你说过，你近期摊上命案，迟早东窗事发，1月内必家破人亡。多谢先生主持公道。怨气消散，功德加深，去吧。陈岩，我要你偿命！我要你偿命！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你惹不起的人。少装神弄鬼！大哥，住手！王福泰，你敢拦我？大哥，这是孽！孽？什么孽？那是我的儿子，是他害死了小松，我就要他偿命！大哥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陈先生是顶级风水师，神通广大，不是我们皇甫家能得罪的。来人，把大爷请下去，关进客房，等候老爷回来发落。是。王福泰，你敢管我？我是你大哥，等爹回来，我定要治你的罪。陈岩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陈先生，实在对不住，家兄一时悲痛冲昏头脑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海涵。无妨，他丧子之痛我能理解，只是天道轮回，不可逆天。是，
陈先生说的是，经过今日之事，我们所有人都对陈先生的神通深信不疑。只是，我还有一件事，想请陈先生帮忙，是皇府家风水吧？在我踏入皇府家那一刻，便看出宅中气场紊乱，阳气外泄，阴气内聚，已然乱了家宅根基。啊，陈先生，真乃神人也，请随我来。此局本是招财镇宅、挡煞辟邪的藏风格局，只可惜假山歪斜阻财气，石兽尸位乱气场，瓦檐杂乱冲阳气，香炉蒙尘耗灵气。局形虽在，灵系已破，往后气运必逐年衰败。皇府家如今已颓败，你应该心知肚明吧？陈先生慧眼，确实如您所说，近2年来皇府家诸事不顺，我们却不知根源何在。对了，陈先生，这人工湖建造时有玄机，曾现神迹，您能看出来吗？这皇府家竟藏有一丝龙脉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此湖看似藏风聚财，实则财气受损，水下藏有石龙，本是皇府家风水根基，如今却气息奄奄，顶多再撑半年，皇府家必遭祸事。看来是有人动了皇府家的风水局。陈先生，您怎么知道水下有石龙？当年风水大师只说湖底藏有祥瑞，护皇府家气运，从未提及石龙。我不仅知道有石龙，还知道他满身是伤，龙鳞剥落，早已没了当年的灵性。石龙？湖底怎么会有石龙？从没听说过，会不会是陈先生看错了？当年只传湖底有祥瑞，没说是什么。陈先生，我当年参与人工湖奠基，从未见过什么石龙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你们肉眼凡胎，看不见龙气，自然不知其中缘由。这石龙便是皇府家的根基，如今他重伤垂危，皇府家的气运也会随之衰败。陈先生，求您救救皇府家，我愿意出重金答谢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救他不难，但我有一事不解。这石龙所护龙气，与我师父黄玄一留下的龙脉印记极为相似。你们黄埔家与我师父是什么关系？陈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们从未听过您的师父的大名。当年的风水大师也是重金请来的，并未提及龙脉之事。这件事情真是越来越……备好香烛、朱砂糯米，再取一盆无根水，我来为石龙疗伤，稳固皇府家风气。龙穴所在，龙脉所现。这怎么可能？动了！石龙，真的有石龙！他在愈合！愈合！
石龙乃一丝龙脉所化，龙气可在护黄埔家数十年安稳。陈先生大恩，为何对石莲龙气如此了解？我乃龙脉守护人，救石莲，本就是我的职责。呀，竟然是龙脉守护人！是啊，黄甫家可捡到宝了。陈先生，你可真是越来越让我震惊了。你黄甫家也是让我很震惊，没想到竟藏有一丝龙脉。陈先生，多谢您救了黄甫家。若棠，速去准备1000块大洋，再备一份厚礼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日后黄甫家愿听您差遣。不必多礼，等你家老爷子回来，或许能问出更多线索。对，第一时间通知您。有人来过。丢了件衣服，想用嫁衣邪术对付，有意思。雕虫小技，不自量力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八卦阵仙，灵光护体。阿桃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术法出了差错？是他，陈岩破了我的术法，他追来了，我要去找师傅。阿桃姐，不要惹陈岩，等我回来。想跑？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引气追踪，寻其轨迹。我倒要看看是谁要取我性命。敢伤我师妹，拿命来！扶桑人，找死！九局一派，有点手段，可惜用错了地方。说，你们九局派为何来华夏？又为何伤我？休想去死吧！扶桑九局派，黄甫家龙脉之间到底是有什么关联？看来要尽快激活黑符了。テスト、少座まで足吐きだお。バグ野郎、ウェイライクスセンツ、サデンボール思いなし新聞。陈岩，眉間の小不良前，看来不能让你活个子了。这最后一个符号，怎么才能快速亮起？陈先生在家吗？有了，在呢。陈先生，我来给您送酬金了。进来吧。陈先生，看您神色不对，莫非有什么烦心事？若是用得上我，尽管开口。那就给我磕一个头吧。什么？上次我替你解梦驱邪，你答应过我要给我磕一个头，现在就开始吧。
这真要磕吗？没错，现在就要，这对我非常重要。师傅，你陈岩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为我一番苦心栽培你，你居然没接触皇甫家救下龙脉，我打死你个没出息的孬种！师傅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救下龙脉了！哦，成功了，搞错了，再来。陈岩，我就知道你能扬名府右街，救下龙脉，不愧为我黄玄一的徒弟。有我这样的师傅，怎么可能教出笨徒弟？停！师傅，你赶紧说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要我接触皇甫家？当初我化身普通道人，将青山镇龙脉一分为三，分别镇压在皇甫家、司徒家、欧阳家。不料扶桑人窃取信息，渗入清溪镇，盗取了欧阳家龙脉。我前去阻止，却中了他们的埋伏，被困无法脱身。区区扶桑蛮夷也敢染指我华夏龙脉，看来皇甫家的龙脉是他们破的了。陈岩，你必须赶在中秋月圆之夜去青龙山阻止扶桑人，他们要盗取司徒家的龙脉，一旦龙脉被夺，华夏大地必遭浩劫。今日就是中秋，那你还待着干什么？陈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，我要去青龙山。青龙山，那是司徒家的地盘，这么晚了去那里干什么？扶桑人要在中秋月圆之夜盗取司徒家镇压的龙脉，一旦得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什么？扶桑人竟敢如此放肆！陈先生，快坐我的轿车去，我送您。陈先生，我怎么突然觉得浑身发冷？这我不对劲。陈先生，喂，不止一个，小心！不好，是百鬼夜行。九居派的阴阳师是想把青山镇变成万鬼噬魂的人间炼狱。陈先生，怎么办？深夜100人に食われるがいい。行くぞ、ストゥーケの龍脈を奪いに。師匠、龍脈を取った後、文字を見逃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。師長、お許しください。お許しください。弟子が余計なことを言いました。弟子、間違えました。起きなさい。あの男を助けないこともない。ストゥー精神が我が札しに基準する気があるならな。我がキューブ派の操り人になるというなら、その命だけは助けてやろ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弟子必ずストク説得して記述せます。行きましょう。時刻を誤らないで。
待在里面，不要走出金光圈子。陈先生，你要小心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变法，破！太厉害了！华夏道士果然名不虚传。まさか陳燕が私の百里陽剣の術を破っただと？師匠、大丈夫ですか？一旦戻って陳燕を殺しましょう。ダメだ。時間がない。満月の前に龍舞を奪わなければ。もし陳燕が邪魔しに来たらどうしますか？陳燕がここに来るのは簡単じゃない。忘れたのか。あの方が見張っていることを。八武士、現れろ！八家を守れ！私と共に入りを結び、龍脈を引き出せ！吉岡様よ！出てよ！熱中！早く捕まえろ！不好！可恶的扶桑狗对龙脉动手了！怎么办？车子突然坏了，我们赶不过去了。天地无极，速行千里！好快！这就是玄门符箓的力量吗？站住！此处戒严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否则就地枪决！快让开！里面龙脉遇袭，我要进去阻止。哼！一派虎，给我毙了！长官，我是皇甫家的嫡女皇甫若棠，还请看在我面子，放我们进去。管你什么皇甫家的嫡女，一起毙了！爷爷，若棠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快离开，这里太危险了！爷爷，先别说这些了，快让他们放我进去。只有陈先生能救龙脉。胡闹！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妄谈救龙脉？哼！龙斗兄，你孙女怕是被这小子骗了吧？就是，赶紧把这小子拿下，别让他在这里妖言惑众，耽误了大事。他没有骗我，他是龙脉守护人。我们皇甫家的那条龙脉就是陈燕先生一手稳固的。什么？他是龙脉守护人？那你和黄玄一前辈是什么关系？黄玄一是我师父，他在哪里？快带我去见他。放行。不知陈先生是黄前辈高徒，还请见谅。陈先生，这位是清溪镇欧阳家族家主欧阳震山，这位是司徒家族家主司徒成业，这位是上峰派来守护龙脉的赵琛赵中将。清溪镇三大家族齐聚，真是难得一见。3个月前，我们3家发现龙脉被扶桑九局派动了手脚，我欧阳家的龙脉已经被他们彻底窃取了。我们3家世代守护清溪镇龙脉，如今遭此大劫，你师父带着4大玄门守德已经带进山阻止，只是情况不明。我这就去找我师父。陈岩，我跟你一起进去。皇甫小姐，山里太危险，九局派邪祟众多，你留在这里为好。可是，若棠，听陈先生的，你不会玄门法术，去了只会添乱。那你要小心，一定要回来。陈先生，等一下，黄前辈曾嘱咐过我，若是遇到他的徒弟，就将这个包裹交给你，说能帮到你。八卦镇邪医，还有聚灵道帽，
原来师傅早就为我准备好了。一定要回来。这竹林不对劲，本该是湖边的方向，看来是鬼打墙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正好去会会里面的东西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快出去！这里极度危险，会死的！快出去！啊！你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哼，不自量力！还真跟鱼有关，看来和湖水脱不了干系。煞气入体，还好不算严重。我救你。快离开！里面有大凶险，别深入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你救了我，我的煞气全散了。没错，感谢的话就免了。我问你，里面是不是有玄门的人？还有，我师父黄玄一，你见过？黄玄一，那个强大的龙脉守护人。没错，那是我师父，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黄前辈具体下落。要等我爷爷醒来才能知道。邋遢道人、出马仙石、灵里玄真，还有奇门遁甲莫清高，不知你爷爷是四大玄门首座中的哪一位？听好了，我叫墨月，我爷爷就是奇门遁甲莫清高。小心，这是九局派召唤的邪祟凶兽，黑甲血象，比普通鬼王可怕10倍。派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，倒送火雷符。他的硬甲刀枪不入，攻击他的腹部，那里是弱点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破！给我碎！太厉害了！你这实力，恐怕比四大玄门的高手还要强。别耽误时间，快带路！我师父和四大玄门的前辈们还被困在核心，九局派的人随时可能破了风水阵，夺走龙脉。好，我带你过去。我爷爷他们不知道还能不能撑住，这里面的邪阵太厉害了。能，有我在，一定能救出他们。就是这里，这4根红烛是阵眼，拨动它们就能进入迷宫核心。我鼻子老道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认识云虚子道长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我先去把他们救下来。等一下，这是邪阵核心，专门吸收玄门高手的灵力，用来破坏龙脉，方便他们盗取。我爷爷他们大意，着了道。虚邪术，看我破了他！爷爷，妖孽，住手！不行，他能吸收煞气，无限复生，普通攻击没用。无限重生，不可能！邪不胜正，今日我便破了你这邪阵！我的天，这么强的吗？给我碎！爷爷，你醒醒！纯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还想问你这牛鼻子老道呢！堂堂4大玄门的高手，装成摆摊神棍，骗我吃喝也不害臊。我这不是为了磨练道心，入世修行吗？少废话！快告诉我，我师父黄玄一在哪里？什么？你竟是龙脉守护人黄玄一的徒弟？
黄玄一乃是玄门中顶尖的存在，更是身负龙脉守护之责。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少年，竟是他的亲传弟子。是啊，如此年纪竟能破了这散魂大阵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少年英雄啊，我玄门后继有人了。行了行了，场面话少说些，快点告诉我师傅到底在哪儿。九局派盗取龙脉，你师傅他去阻止九局派的主力了，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跟我一起去帮我师傅！不是我们不帮，实在是有心无力啊。我们被邪术所伤，神魂受损严重，无法施展道术，必须调息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就知道你这牛鼻子老道靠不住。你来了。华夏玄门的气息，你是华夏人？不错，小子能打死明术，年轻一代中你算不错。你既然是华夏玄门人，为何要投靠扶桑人，帮他们盗取我华夏龙脉？哼，投靠扶桑人，他们也配？小子，这里面的事比你想象的深得多。哼哼，看在你师傅黄玄一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计较，快滚！你认识我师傅？他在哪里？小子，我最后警告你一句，别多管闲事。我也最后问你一次，师傅在哪里？不知死活，给你脸了！就这点本事想赢我，太嫩。这一次认真了。有，还能站起来，比我想象中强一丢丢。母子量力。有点意思。我师傅呢？小子，本座看在黄玄一的面子放你走。既然你不知好歹，那就死在我的锁灵阵下。太上老君，急其如律令，盗足火雷符。哼，好小子，有点手段。天地无极，速行千里，桃木驱邪，剑破万邪。三清引路，不震邪祟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锁灵阵，八卦阵邪，突破阵门。给我破！不能留，迟早是祸害。刀剑破邪，震碎人王。住手！我知道你师傅在哪里。说，小子，你听我说，这里的事你别插手。笑话！你勾结扶桑人盗取我华夏龙脉，毁我神州根基，今日这事我管定了。小子，你还年轻，不懂这里的深浅。你资质绝佳，日后必然是一代宗师，何必折在这里？少废话，快告诉我师傅在哪里！小子，不要再问了。以你的身份，本该知道这些事，安心回去等你师傅吧，别参与进来。想糊弄我？做梦！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！小辈，你会坏了大事！老子就是要坏你的大事！不好！龙脉受损，
快要坚持不住了。いかん！龙马快要挣脱了！出るさ！町場のケビン大だ！别乱去！林高可的！求求你们！这群畜生，放开我们！引剑！恨みを回せて！1000年的华夏龙脉，空气终究要与我所用。乱杀此无辜，觊觎龙脉，你们找死！陈先生，你竟然能找到这里，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是你！你是九局派的人？不错，我便是九局派圣女安倍清寒。我们九局派早已在8年前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今日夺取华夏龙脉。扶桑人渗透的这么深了吗？我们渗透的比你想象的还要深。3年前，我们就已派人潜入青丝镇，破坏风水，暗中布局。欧阳家的龙脉早已被我们取走，皇甫家的只差最后一步，没想到全被你这个碍事的小子破坏了。去死！陈先生，我看你身手不凡，资质绝佳，不如归顺我扶桑九局派，跟着我，日后定能让你风光无限，如何？归顺你？做梦！你们残害我华夏百姓，盗取我华夏龙脉，我恨不得将你们挫骨扬灰！阿干，卡罗拉卡！天地无极，无化复遁，真的可能有这事啊！三清显灵，道剑除邪。妖女，受死！是你，那晚用嫁衣邪术偷袭害我的人。伤我家小少爷，你罪该万死！你家小少爷是谁？我什么时候伤过他？我家小少爷是司徒星，竟敢当众羞辱他，伤他性命！今日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原来是司徒家那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啊！没想到九局派的间谍竟然会对这么一个懦弱无能的废物死心塌地，真是可笑！找死！来得好！妖纹附阵，黑气吞灵，战魂无数。三清赐福，道剑镇邪，金光加持。天邪引路，鬼刃噬魂，阴力加持。賢者民、新波西条一尾羊歴、設定鎮空属地読みロマイ、女王土級ローマイ地歴、お昼い満頭石とに公平ゴミに。跟我战斗还敢分神，真是自寻死路！很好，你成功激怒我了。激怒你又如何？你以为你还能赢我？今日我必替我家小少爷报仇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丹青显灵，道符诛邪。这就结束了吗？出来，别躲了！别怕，有我在，
没人能欺负你。小少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了。ベグム、ハクムシ、ゲオシアゾ、またスイカタンだ。无化惊雷，诛邪灭鬼。八卦阵邪，道力加持，三清阵势，兽剑归宗，万邪俱灭。妖女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全拿出来吧！陈先生，看你这血都快流缸了吧？再硬撑下去，不等我动手，你自己就得流血而亡。杀你时间足够！就这点力气，还想杀我？告诉你，再过片刻，我就能彻底夺取青龙龙脉，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扶桑九局派踏碎华夏。妖女，休想！我就算拼尽最后一口气，也绝不会让你盗取我华夏龙脉！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陈岩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要护着你们的龙脉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今天如何破局。妖女，你休要猖狂！我华夏道门绝不会任由你胡作非为。华夏道门，我看偌大中原道门早已后继无人，不堪一击，否则也不会让你一人前来送死了。谁说我道门无人？华夏人果然不靠谱，竟然让你们这几个老家伙逃出来了。你这牛鼻子老道可算来了，再晚一步，我就要交代在这妖女手里。嘿嘿，不好意思，调息用了点时间，让你久等了。陈岩小友，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们，你先一旁歇息。你这妖女竟敢觊觎我华夏龙脉，今日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！阿弥陀佛，妖女祸乱人间，残害生灵，老衲今日便替天行道，除你这邪祟！小贱人，敢在我华夏地界撒野，看老婆子我收了你！就凭你们几个老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猖狂！今日我便让你们和这青龙六脉一起，化为我献神的养料！妖女，你找死！伯岳，护好陈岩小友，莫让他再受伤害。爷爷，放心。杀光他们！天地玄君，乾坤运灵，浮尘施法，万邪服刑。太上老君敕令，急急如律令。奇门布阵，顿解诸邪，机关所杀。狐仙上身，妖力加持，桃木除煞。阿弥陀佛，佛光普照，禅杖降魔。这就是四大玄门之首的实力吗？果然名不虚传。妖女，受死吧！就凭你们四个老东西，也配？八岐大蛇，竟是扶桑的邪神仙八岐大蛇！到这妖女竟然能召唤出八岐大蛇，此神仙威力无穷，我们联手怕也是难以抵挡。如今我的弑神八岐大蛇已然现世，威力无穷，你们这些华夏玄门弟子都将成为他的点心，青龙龙脉也终将归我所有。
华夏气运尽在我掌握。快阻止他，绝不能让这妖女盗走龙脉，否则我华夏将万劫不复。三清显圣，道服灭邪，无尘归宗。奇门九转，遁甲归位，玉关万人。狐仙献祭，妖力爆发，烈焰焚血。如来显圣，佛光震世。你们华夏玄门也不过如此。天下大神，早く龍脈を収めろ！恐らせるな！要把龙脉拖进邪域，一旦进去，就再也救不回来了。陈岩小友，你是龙脉守护人，可还有办法？不过需要一点时间。拼了！为陈岩争取时间！不自量力的老东西。陈岩，好了没有？我们快撑不住了！还差一点。不行，撑不住了！到手了，到手了！华夏龙脉终于到手了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我华夏气运彻底没了。弟子有请二郎真君降临，伏魔除邪。邪祟作乱，残害生灵，觊觎龙脉，当诛！这怎么可能？二郎真君怎么会现身？我师父黄玄一在哪里？快说！你休想知道！陈岩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。师父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黄玄一，你明明有通天本事，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？任总统，不好了！扶桑九局派的人失败了，龙脉被陈岩救走了。陈岩，